大家去食米線嗰陣，係咪都總會聽到人講走西走蔥啊？唔該，你以為佢哋係揀飲擇食？其實呢個係基因入邊嘅生存警告。今日我哋就嘗試理解下佢哋點解佢哋食完個芫茜好似食咗嚿番梘咁。成班 friend 一齊打邊爐，總係有個人會夾勁多芫茜。有人話芫茜係人間美味，有啲人聞到已經想嘔。其實呢種感官斷層，全世界每10個人就有1個係咁。對佢哋嚟講，芫茜唔係植物，而係一種化學品。如果你食落去覺得有一陣番梘味，或者係泥土臭味，甚至有啲金屬味，咁你就可能係天生嘅避雷高手。原來係咁，科學家發現咗一個叫做 OR6A2 嘅嗅覺基因，有10% 嘅人係屬於避雷組，就會對醛類分子極之敏感，大腦就會將呢一種信號解讀成為番梘同埋泥味。咁其實點解會咁呢？因為以前嘅人類係要靠呢一種能力去偵測變壞咗嘅油脂，係用嚟保命㗎，係一種生存嘅本能。而有90% 嘅人係屬於草本組，你哋嘅基因會將佢解讀成為清新嘅柑橘味。喺呢90% 嘅草本組入邊，又分為中等敏感者同埋芫茜愛好者。中等敏感者，佢哋就中意加少少做點綴。如果加得太多，佢哋都會覺得陣味太勁。而芫茜愛好者呢一班人，佢哋天生嘅後鼻腔嗅覺係非常發達，可以食得出入邊嘅清爽同埋甜香。好多人以為唔食芫茜係因為揀飲擇食，或者係細個嘅時候冇食過。雖然文化影響同埋多咗接觸，可能有啲改變到佢哋嘅接受度，但係佢哋原始嘅厭惡感的確係由基因決定嘅。佢哋會有強烈嘅番梘信號蓋過咗一切。最後整咗個懶人包總結俾大家，唔知你又係屬於邊一類呢？留言話我知，究竟你食到嘅芫茜係咩味呢？係芫茜愛好者嘅你覺得煮熟咗嘅芫茜同埋生食芫茜又有冇分別呢？快啲訂閱威醫生活懶人包啦，支持我講多啲點樣揀最好嘅產品，鼓勵我定期講多啲有趣嘅小知識。